今日我哋要帶大家去法國波爾多嘅 Pauillac， 呢度係全球最出名嘅葡萄酒產區之一，亦都係 Château Lage Moussas 嘅所在地。呢個地方以出產細膩而又有深度嘅紅酒聞名於世，每一支紅酒都充滿咗歷史嘅痕跡。Château Lage Moussas 嘅故事可以追溯返18世紀，當時波爾多係法國嘅經濟貿易中心之一。喺嗰個時代，有一位蘇格蘭商人 Thomas Lage 開始將波爾多紅酒出口到英國，俾當地嘅貴族喺宴會上品嚐。當時 Lage Moussas 嘅酒莊規模仲未算好大，但係佢哋嘅釀造技術已經好先進。佢哋主要使用 Cabernet Sauvignon 釀製，呢一款葡萄品種嘅特點係酒體濃郁、單寧強勁，風格非常硬朗。嗰陣時，波爾多酒係貴族社交場合嘅標配，無論晚宴定係私人聚會，一支 Lage Moussas 都代表咗品味同地位。如果你有機會飲到19世紀 Lage Moussas 嘅酒，第一印象一定係佢嗰種強烈嘅味道，入口就滿滿嘅煙燻味、皮革味，再配合黑椒嘅辛辣感，令人一試難忘。當時酒嘅風格重而厚，單寧澀，酒體結構非常強勁。嗰陣時嘅人唔講究果香，而係追求一種霸氣十足嘅口感。飲呢啲酒唔係為咗簡單享受，而係一種身份嘅象徵。呢啲酒通常要擺放10幾年先飲得，因為新酒嘅單寧太強，必須經過時間嘅洗禮先會變得柔和。去到20世紀 Lage Moussas 開始進行改變，隨住市場需求變化，酒莊開始調整釀造方法，令到酒款更加精緻，更易入口。20世紀中葉Lage Moussas 面臨挑戰，消費者口味開始轉變，以前嗰種重而澀嘅風格，逐漸被更精緻、更容易入口嘅風格取代。為咗適應呢個趨勢，酒莊開始進行咗一系列改革。其中一個巨大嘅改變就係橡木桶嘅使用方式啦。以前 Lage Moussas 只係用全新嘅橡木桶進行陳年。呢一種方式會令到酒充滿濃厚嘅木質香氣同埋雲呢拿味，但係後來酒莊開始改用新舊桶混合，令到果香可以更加突出，酒體亦都更加平衡。除此之外佢哋仲提高咗 Merlot 葡萄嘅比例。呢一種葡萄天生帶有柔順嘅口感，仲可以中和翻 Cabernet Sauvignon 嘅生澀感，令到最終嘅酒款更加圓潤順滑。呢啲改變令到 Lage Moussas 唔再係一款只適合老練酒迷嘅酒，而係成為咗更多年輕人同新手都會中意嘅佳釀。嚟到最近嘅2016至2021年 Lage Moussas 進入咗另一個全新階段。佢哋嘅酒款唔單止保留咗傳統嘅風味，仲喺細節上作出咗大幅嘅提升。依家嘅酒一開瓶你就會即刻聞到黑莓、車厘子、雲呢拿，甚至係朱古力嘅香氣。呢啲香氣層次豐富，令人一聞就忍唔住想試返一啖。例如係 Château Lage Moussas 2017，一開瓶之後就會釋放出野薊同月桂葉嘅草本香味，核心係黑加侖子、紅加侖子、雪松木香嘅香味，口感中等，單寧適中，帶有明顯嘅橡木味，果味充足，結尾會有清爽嘅草本提味，最後帶點有朱古力、藍莓、香料同礦物等嘅氣息。又譬如係 Château Lage Moussas 2020，
就散發住大量黑莓、黑加侖子、胡桃木同石墨嘅味道，同時有月桂葉、樹皮嘅氣息，口感豐富，單寧成熟順滑，結構優美。另外，依家嘅新年份酒唔再需要擺放10幾年先飲得，只需要3至5年，你已經可以享受到佢最佳嘅狀態。但同時，呢啲酒仍然保留住佢最出色嘅陳年潛力，可以隨住時間變得更加圓熟。咁究竟舊版同新版嘅 Lush Moussas 有咩最大嘅分別呢？如果你係飲返1980年代嘅版本，你會感受到一種濃郁而復古嘅風味，入口充滿煙燻、皮革、咖啡渣嘅味道，酒體厚重，結構感極強，非常之適合慢慢品嚐。但係如果你係試飲2021年，感覺就完全唔同啦。呢支酒帶有新鮮黑莓、雪松、薄荷嘅味道，口感上呢，紅果味突出，有輕微嘅香料感，單寧柔和圓滑，整體口感呢係非常之順滑，最後帶有微妙嘅果香同輕柔嘅木質感，令人回味無窮啊！舊版呢係厚重而經典嘅體驗，而新版呢就係現代優雅同果香嘅結合，唔同風格各有特色啦。今時今日嘅 Lush Moussas 呢已經唔再係昔日嗰種又厚又重嘅風格啦，而係一款更加易入口，同時又保持住傳統特色嘅佳釀。最近酒莊仲引入咗可持續種植方法，佢哋希望令釀酒過程更加環保，為未來嘅葡萄酒行業樹立榜樣。Lush Moussas 嘅目標呢係保留傳統嘅同時不斷創新，希望令到每一代人都能夠享受到波爾多紅酒嘅魅力。